一間人類啊，在世間社會裏啊，有各樣各樣嘅未產到一家，未達到一家。第一啊，一間人類在本罪惡產到嘅方面，然後本一嘅佛像產到達到，本一心想五毛產到達到，本一一家未做錯，一家未做罪惡嘅方面達到。攏總呀，就是一家當下嘅五強，一家當下係五強。因為到一間人類就是第一都係跌落罪惡嘅方面。加拉太書5第1節咁樣講到，為了一家真正要脫離基督，脫離一家，意思係乜嘢？係相信基督就能夠一個脫脫一切嘢都產到一家，達到一家嘅加入罪惡嘅方面，基督就能夠本一家脫離，基督就能夠出脫一家嘅罪，因為耶穌來到世間是在十字架，贖一家嘅從罪惡達到嘅方面，加入一家本各樣社會裏產到嘅，社會裏達到嘅，佢能夠帶一家脫離阿撒一家去做一個路嚟行。嗱，約翰福音8:36節咁樣講到，係講基督本一家脫離，一家真正脫離，因為到佢嘅反應能夠帶一家脫離。嗱，約翰福音8:32節咁樣講到，係講你啲呢個真理，呢個真理要帶一家脫離，所以一家有真理，一家分明嘅真理，呢個真理能夠帶一家脫離，因為到呢個以賽亞書32:17節咁樣講一家啲，未有真理，嘅生有平安。嗱，心中道理真理，心中道理顯出有平安，平安顯出一家要有平靜嘅心，有平安嘅心，一家得到上帝嘅恩典，有快樂，有永遠得到勝利嘅心，因為上帝嘅真理能夠帶一家脫離一切社會裏達一家嘅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們。